对啊，你要来找我，恁兜迄个洪太后敢知影？伊毋该陪你做伙来用伊上厉害奥步啊！就亲像是伫阮朝阳集团的涂骹小可练练的，若甲阮董事长迄个总经理惊着了后，无得靠恁想要啥物，阮拢会答应啊。之前我妈确实有做得较超过，我真是感觉足歹势。拢是因为我无好好保护小秋，才害阿姐要甲阿姨受到连累。是的，对了，二姐，我甲小秋讲清楚啊，而且小秋嘛有讲，伊要重新接受我，所以我保证，以后不管是伫工课上还是感情上，我绝对袂甲受到我妈的影响啊。你的意思是阮小秋要甲你好好啊？真正是个傻秋，叫人这样简单原谅你，甲你好好。讲伊唔知影，妈宝肯甲北京嘛，共款是妈宝。而且，咱敢会当跟他讲公司就好。陶军集团确实是真希望会当得到朝阳集团的帮助。若利润的部分，阮绝对会提出上大的诚意。来以陶军集团这摆的规模，只要双方会当建立一个真好的合作基础，我相信以后绝对有法度创造双赢，咱对大家弄好处。袂歹呢，郑凯，因为这领导讲话啊，是你迄个吕经理家己的吼。确实啦，我是感觉这个查某囡仔哦，教高尚嘛，较向卡，真适合你这种冷静的个性，你绝对会当甲你斗相共的啊！恁真正是绝配。阮小秋，拜托你帮伊说啦。我甲卢经理哦，希望董事的立场来讨论这件代志，看是要怎解决。你对卢经理的讹落，我转头会知影。对啦，这是阮讨论出来的部分，而且你看嘛。这让你的部分哦，无较特别呢，敢若无啥物会用吸引我的所在。食品业的利润偌济，我相信二姐你真清楚才对。爱当领遮济，已经是我咱上大的能力啊！而且嘛是因为陶居集团有够大，才有法度领遐济。我相信其他的食品业者应该无遮尔大的 range 才对。若以利多方面来讲，陶军集团所占的业务量的这部分，绝对对恁创造因为会有真大的影响。假使你若愿意互阮统包，安尼会比甲一寡零散的食品业者合作会较方便，而且嘛有较好的利润。讲实在的啦，若是你长期看起来，恁陶军集团这款状况，对阮朝阳集团，难道是会当坐稳这个食品业者龙头的地位啊？对阮等得更较有利，敢毋是？另外，你讲什么创造双赢啊？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为讲，阮会愿意出手甲你斗相共啦。若是讲，恁只是细间公司，亲像新天空厝安尼，那是无问题。出手小扣一下，不要紧啊。因为就算讲佫较大汉，对阮嘛袂有威胁性。要毋过恁陶军集团就无共款哦，恁规模伤大，若是当趁这个机会互恁消失去，那安尼大家应该蛮乐见其成嘛。你等于甲恁女长老讲，阮都毋是头壳歹去，朝阳集团无可能甲恁陶军集团合作。对啦，虽然阮小秋读考较简单，也毋过我甲伊无共款。假使阮也无要互对方机会，那安尼连一点点仔机会，我都拢无可能放手。